網站維護與安全，點解網絡安全係企業嘅長期投資？網站維護與安全嘅重要性。喺數碼化時代，網站設計不僅代表企業形象，更係品牌與客戶之間嘅主要溝通渠道。然而，好多企業往往喺網站上線後，忽略咗網站維護與網絡安全嘅重要性。事實上，網站安全唔只係防禦駭客攻擊嘅手段，更係一項關乎長期營運與信譽嘅投資。網站維護不僅包括內容更新，仲涉及系統升級、外掛程式管理與資料備份。呢啲看似基礎嘅工作，卻係防止安全漏洞與資料外泄嘅關鍵。專業嘅網頁設計公司通常會為客戶提供定期安全掃描與修補服務，確保網站開發後仍能夠保持穩定運作。從惡意程式碼注入 DDoS 攻擊，到資料庫外泄與釣魚頁面，網站每日都面臨潛在風險。特別係電子商務平台或者銀行及金融網站等需要處理交易資料嘅行業，更必須確保伺服器加密、SSL 憑證更新與多重驗證措施完整無缺。即使係政府與非牟利機構網站，都可能因安全疏忽而導致公信力受損。投資於網站安全，實際上係投資於企業嘅信任與品牌價值。當用戶感受到網站嘅安全與穩定，將更願意分享資料與進行交易。呢對醫療健康、教育機構或專業服務等行業而言尤其關鍵。安全可靠嘅網站能提升品牌信譽，減少潛在損失，同時強化搜尋引擎最佳化 SEO 表現。網站安全並非一次性任務，而係持續嘅策略投資。透過網站維護服務、定期備份、加密技術與安全監控，企業不只能夠保障資料完整，更能長遠建立起信任與專業形象。Webcox 認為，安全嘅網站設計係所有成功數碼項目嘅基礎，亦都係企業邁向永續發展嘅第一步。